再来看新北市空桥学校的环岛车队呢，伫经过中华的时阵，互一个细小的男性驶正向甲弄起哩，造成7个人受伤。检方确定这个驾驶是有食毒，所以申请羁押禁见核准。也那律师甲交通团体是认为讲，这毒品的种类是真济，而且残留的时间嘛真长，执法甲预防拢有进步的空间。 日会知啊，细小的查甫人驶车速度变来变去，甚至危险换车道，了后就伫咧中华鼻头的中水路3段驶正向去弄到空桥国际学校学生的环岛脚踏车队。嫌犯到案了后，检警甲验尿，发现有毒品的阳性反应。伊嘛承认伫咧驶车进前捌食海洛因、安非他命、甲丧尸混蛋等等的毒品。检方甲依照涉犯刑法、公共危险、有过失致重伤害等罪嫌，甲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。 经具体相信被告到案，采集尿液送验呈施用毒品阳性反应。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相信被告涉嫌施用毒品驾车肇事及肇事逃逸等罪嫌重大，且有逃亡及湮灭证据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上次我没有办法说明的哈，因为这个东西牵扯到学生的个人的这个不隐私，那应该都还算稳定的。 校方表示，原本重伤昏迷性感的同学，伫咧23清醒了后，已经转到台大病院。另外，还有2个人还咧住院，3个人的状况拢算稳定。因若其他的4个人是已经转到厝里收养。这食毒驶车案件一直咧发生，台中嘛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，去年底就捌爆昏，这内底有第3级的毒品西他命，而且佫食酒了后驶车，结果去弄到人，造成1死3伤，最近已经互人起诉。 法界人士认为，林柏燕虽然伫咧2023年有通过食毒驶车的修法，不过甲食酒驶车比起来，这要抓也是有较困难。那虽然酒测的部分它有规定好的那个就是比例值，可是毒品的部分它毕竟在技术上有一定的难度，因为毒品的种类更多，而且毒品反应的时间也不一定是立刻就能够反应出来。就在国外，如果说你是毒驾或是药驾，可能会扩大到什么2级谋杀啦。 或是说预谋杀人啊，这种，那算是失能驾驶呢，还是过失杀人呢，还是预谋杀人？这一点，这3个种类就差很多啊。针对食毒驶车的执法，台湾交通安全协会是建议会当比较国外，定出是有无、失能还是过失等判定的细节，互检警咧执法的时阵会当参考，才会当真正阻止食毒驶车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